昨昏囡仔开学，是大嘛烦恼讲拜到拜五上课5天，囡仔用的喙罨敢会无够用？落尾中央赶紧放零买限制，为明仔载也就是新历27起，买无到13岁囡仔因用的喙罨无限制卡号或者是双号。另外买的数量嘛增加到3份，7天会当买一届。也阁有要安怎互囡仔会当长时间乖乖啊挂喙罨？专业的心理师嘛特别分享2步撇步。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，开学的头一天，大部分的学生拢有挂喙罨去学校，毋过逐天上课拢爱挂喙罨，嘛互爸母烦恼囡仔用的喙罨会无够，中央赶紧甲买喙罨的限制放零。我们本来就是说，儿童的健保卡是3岁以下，本来有单双号的限制，现在也取消。那以前是可以代买1个，我们现在可以代买3人次。为27号开始，13岁以下囡仔用的喙罨排队无限制卡数，也是双数，7天内上济买4块，一个人一届上济会当替3个人买，其他的规定拢无变。不过就算买有喙罨，要安怎互囡仔愿意挂起来，嘛是一个问题。小孩一定是不愿意戴的，因为我小孩才小1，因为有时候他戴一戴就直接拿下来了。为什么孩子不喜欢戴口罩？除了很闷热之外，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耳挂久了会卡耳朵。专业的心理师为囡仔的角度来想，用卫生纸甲揪大部分包起来，互喙罨挂起来更加舒适，或者是伫喙罨的外口喷刮有透水的精油，嘛会当互囡仔的心情更加放松。口罩的香氛制作的部分是20cc 的酒精，对3滴的精油喷在口罩的外围，而不是内侧。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厉害，就惊病毒会伫个学校摊开，要安怎互囡仔愿意长时间来挂喙罨，嘛正做爸母甲老师一个爱想办法解决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